宇宙量子琥珀粉9大能量功效：1. 幫你靜心沉澱，減少雜念，等你嘅心定返嚟。2. 打開智慧之門，靈感湧現，創意自然嚟。3. 引導深層冥想，容易進入放鬆狀態，連結內在力量。4. 吸財運入屋，轉動空間磁場，財源滾滾嚟。5. 乾淨無煙設計，無刺激性氣味，人重都安心。6. 補氣養生，幫身體補返流失嘅元氣，提精神。7. 提升家宅財氣，擺放得宜，風水自然轉旺。8. 安撫毛孩情緒，寵物感受到平靜，唔再焦躁。9. 增強靈性福德能量，連結宇宙，積聚福氣與好運。